粵語傳承，我係張弛。陽光與海灘就度度都有，但係喺海嘅中央，居然發掘咗一條宋代嘅古沉船，而且將呢條船打撈上岸，仲圍住呢條船起咗一座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。呢個全世界獨一無二，只有廣東陽江海陵島先有。我而家就喺呢度，我哋見到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，佢係圍繞乜嘢而起嘅呢？就係下邊。佢居然將呢條800年嘅宋代古沉船打撈上岸，將佢擺喺海灘上邊，跟住而家呢條船仲喺下邊。我哋帶大家開下眼界。我哋見到喺個玻璃幕牆下邊呢個呢，有一啲鋼鐵啊，有啲水管架喺上邊嘅，就係古沉船上邊。我哋睇下下邊嗰啲紅色嘅木頭啊，放大嚟俾大家睇下。紅色呢啲木頭呢，就係呢條船嘅完整嘅一條船體。呢啲就係船木嚟㗎啦。你見到船木上邊呢，仲有啲濕潤，有啲水，因為每日呢度都要灑水，裏邊仲要有一啲化學物質去保持佢嘅空氣嘅濕度。如果唔係嘅話呢，好快啲船就會腐爛啊。1987年喺海中央發現嘅，跟住當時嘅技術所限啊，所以到2007年先至將呢條船從海中央打撈上岸。點樣打撈上嚟嘅呢？當時係攞一個好似超過一個籃球場咁大嘅一個鋼鐵箱，將佢沉落海底，跟住好似一隻碗咁倒扣住呢條船，跟住將呢條船裝入碗入邊，再將呢條船打撈上嚟，運到岸邊，就喺呢個海邊放低佢，跟住就起咗呢個博物館。我哋見到呢條船點解而家要擺喺呢度呢？因為佢仲未挖掘完啊，裏邊仲有好多嘅寶藏仲未拆出嚟。你睇下旁邊呢啲藍色嘅箱，箱入邊裝咗一啲瓷器、金器、漆器，呢啲都係當時從船入邊要運出去海外做貿易嘅。同大家講下呢條船嘅歷史。話說喺800幾年前，呢條船據說係從中國嘅泉州出發，要開去邊度唔知，但係去到陽江海域呢度，唔知乜嘢原因使到佢沉沒咗，跟住裏邊有18萬件文物，而家打撈出嚟咗一大部分。據說其中一隻碗啊，如果喺拍賣行呢，都要去到幾十萬人民幣，大概有18萬件。你計一計呢條船嘅價值，可能超過咗100億人民幣都唔止。呢條船裏邊有好多瓷器、金器。最大嘅疑問就係點解呢條船會沉沒呢？係因為颱風、海嘯，定係遇到海盜呢？第二個疑問就係船入邊你可以揾到鹹鴨蛋、有豬骨、有各種香料，但係揾唔到一條人嘅骨頭，一具人嘅遺體遺骸都揾唔到，啲船員去晒邊啊？冇人知。陽江除咗要睇南海1號古沉船之外，仲要食下佢嘅生蠔啊！陽江生蠔係生蠔中嘅極品啊！據說拿破崙打仗之前呢，一餐要食40隻生蠔，身體幾好。第二個就要食粵西嘅炒河粉，皮薄鑊氣十足，正啊！你有冇食過陽江生蠔同埋炒河粉啊？評論區寫出嚟啊！